原来辽河是明仁在玉龙国摆下天文阵，照理是爱我去帮助伊破阵啊。婆婆，你阁有办法通好破天文阵？就爱大声看阵势，找出破绽，后来才决定破阵之计。我明仔早起就要入宫来去奏明皇上，到三关破阵啊。婆婆，师傅也甲你斗阵来去三关好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多谢婆婆。赶紧去命令管家收拾行李，准备车马。是。娘，妈妈要去。你，婆婆，婆婆，我听六弟妹讲你要去三关秀，求你答应带媳妇同齐来去好。我听讲素龙伊无死。而且伫咧辽邦升级高官，我若是去到三关，无的确有机会通甲素龙见面啊！哎呀，四媳妇，你哪会知影这落代志呢？是九妹甲我讲的。哼，你这个死查某鬼啊！你这个消息是对倒位探听来？是大哥甲我讲的啦。伊一直拢毋承认讲，伊就是杨素龙啊。那安尼讲起来，伊更加毋是你的四哥啊！哎呀，四媳妇，燕飞伊若是无死，早暗总是会转来，你着毋免想遐尼济嘛。你好好留在厝内面好啦。婆婆，媳妇甲素龙已经分开遐尼济年，只要若是还有一丝仔希望。我都无愿意放弃，求婆婆，你答应带我同齐来去三关啦。这，阿娘，女儿哪来甲伊去？你，伊甲四哥是斗阵死落反帮，假使讲四哥若是无死，缘贵一定嘛还阁活。阿娘，我求你答应带女儿去三关好。你。婆婆，求你答应，阿娘，我求你答应啦！好啦好啦，我答应恁就是嘛。多谢。
啥物代志伫咧伤心？无啊，无啥物代志。驸马，我为着你暗做送君，现在母后甲铁镜对我拢总袂信任的。假使你若还阁有代志伫咧瞒骗我，你着足无良心的。公主，毋是我伫要骗你。搁再讲，我若是讲出来，你也无啥物办法。我只好莫讲啊。你讲看卖嘛，无定着我有办法甲你帮忙嘛。公主，你真是肯帮助我。要无我是倒一摆，互你失望啊。公主，我伫遮先向你答谢。公主，
公主，你答应我去摕灵子。你即时就赶紧去改装。我听候母后不在宫中的时阵，我即时就来去偷灵珠。公主，感谢你。